一雙渴望讀書嘅大眼睛，一場浩蕩嘅貧困地區教育改革嘅願景，讓希望工程4個字深入人心。香港市民眼見山區學子求知若渴，但就苦無學費，自1992年掀起咗一陣嘅捐款熱潮。92年、93年、94年呢啲時間呢，香港啲助學團體呢，一間成立完又一間，我估計幾十間都可以講有。苗圃行動創辦人之一蔡兆銘回憶起自己嘅北上經歷，行路上廣州，助學長征，茶馬古道助學行。香港苗圃行動一路走嚟，雖然默默無聞，但佢哋喺30年嚟喺各地嘅資助總金額加埋一齊，已經超過7億港元。隨住近10年國家經濟起飛，嚟自香港嘅志願者親眼見證咗國家農村教育翻天覆地嘅轉變。幾十年咁樣過去咗之後咧，咁我哋睇到咧，原來咧國家係有大政策喺教育後邊嘅，即係10年一個台階，10年一個台階咁，我哋係睇到佢一路改變。自己嘅毅力，自己嘅魄力，自己對萬事萬物嘅信心，唔好怕困難，唔好怕苦。我相信咧，到其時如果有人可以支援我哋，有架車喺後面跟住我咧，我會安心好多咯。我哋借呢個機會咧，喺度多謝一路落嚟，無論物質上、行動上、金錢上支持我哋去完成呢一個一路長征，希望話有一個公益概念係應該長存於呢個社會裏邊，等待適當時機再發酵嘅。我哋要多謝所有呢啲人。盡我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開。